南非公路礼拜受灾也冻严重，经过紧急嘅抢修过后，你下抢做底本石检查等用来通查。不过为到会救咱交通总团嘅载起，规卷系同咱嘅回卷嘅电流体，系在呢米、水含有磷粉，两条明显嘅物质，系改革嘅推动咱大污响俩安动以类嘅困境。 天长讲，规卷铺出就到底本嘅海水铺嚟节目，但海卷嘅两条电流线一靠岸，救人载起嘅明显物质就陆续嘅搬上嚟船，从底本到台北向2.5钟嘅航线，对海卷官兵来讲一点也唔困难。这个部分是我们本来就在海岸上经营的一个重要的地方，所以这个抢滩的部分对海军来讲是没有问题的。 马拉克风采就推动南部地区带来嘅灾情，帮南非公路团体价位，台府向到最健康嘅市，记录行业爆米都卖咁多，肯暗时讲系成因咧每日四日嘅年款。要靠啊，食茶啊，食滚梅啊，食按梅啊，食。这样的情形之下，百姓人心惶惶，但是经过这几天当中，在整个供应这个部分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效。 所以说，让我们相信都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。虽然目前南非公路已经做得单向通查，不过路场磨合，只做得帮石检查行，为了疏解直升机运量不足嘅问题，规卷礼拜同种嚟海军边嚟船，载进嚟100吨嘅民生物资，嗱包含嚟工厂机器，帮东埔载起再得到充足嘅物资补给，就做加紧重建嘅脚步。客家新闻中准推动报道。